主要生产小自家特种面料的制作厂，需要专业的技术加经验。竹竿是不是头家认为只要员工有体力、愿意做，并未因为是中高龄，拢欢迎老来做伙拍拼。所以头家不止一口气就出30几位中高龄员工，也引进电动拖板车等自动化设备来减轻员工负担。手工的就是做了一整天啊，就是手要动啊，也做一整天的是腰，因为做久了哈，腰本来就是会不舒服啦，啊手也是会酸痛啦，啊就是自动化了以后差很多啦，就是体力负担会少很多啦。每年在尾牙的时候，我都会跟同样讲这么一句话：哦，咱给你围炉的时间更高了，因为你们都是我的一家人。我也是跟所有的员工讲，只要你有体力，你愿意做，你还想做，欢迎你们留下来，一起走下去。因应中高龄就业专法2020年12月初上路，鼓励相关人才进入职场，所以洪嘉南分署嘛相当肯定该企业成为中高龄的幸福企业。东轩公司很不容易哈，那禁用中高龄的劳工朋友就达到50%。那也提供了很多的友善的设施啊，可以是我们台南地区的幸福企业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鼓励事业单位的朋友啊，可以多给中高龄朋友一些机会。那他们的工作经验以及稳定性、忠诚度都很高。就是这款2020年由洪嘉南分署所辅导的幸福企业，总共8间，拢伫着劳动部推动中高龄就业绩优的奖项，而且总体总数就占全台5成，相当难能可贵。咱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